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开幕，咱总统蔡英文嘛，搁一摆宣示，咱台湾要推动2050净零转型的决心。环保团体是认为讲，这个目标有机会会当达成，也毋过政府嘛爱提出明确的规范。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19出席台湾国际智慧能源周的开幕典礼。蔡英文伫典礼强调，这是台湾开放边境了后第一个国际会展，显示台湾推动2050年净零转型的决心。我们要用科技力进一步的驱动能源转型的步伐。政府也会跟企业一起来合作，保持密切的合作，持续的引导走向低碳转型。 不过，台湾原底设定的目标，2025年太阳光电达到20 吉瓦，离化风电5.6吉瓦。经济部能源局今年7月公布去年的全国电力资源公司报告，去年底为止，太阳光电7.7吉瓦，离化风电0.237吉瓦，离目标要真远。甚至原底2025年再生能源目标20%，报告嘛降做15.1%。像纺织业跟石化业。 他们甚至呢不等政府制定这个近零碳排，他们在他们国际客户的要求之下，很早就已经投入了近零碳排的这个落实，这攸关到他们未来的生意前途啊。 未来他能不能接到单子？地面的光电目前大概都主要是在像渔电共生啊，或是一些其他的不利耕作地，这样子要支撑台湾达到2050年的这个净零所需要的光电的土地仍然是不够，无典型光电的量在拉高。再生能源的空间计划，能源部门的空间计划还是要赶快出来。黄之锋对达到净零目标是真乐观，蔡英文也表示，今年是台湾发展历程以来上显目的一年。不过，团认为政府要明确提出规范，定出啥款的地适合种光电，啥款的不适合，会使降低冲突，嘛方便设置。记者郭长随台报道。